備受交通因素困擾，總貨源有超過9000幾個單位。新地位於西沙綜合發展區嘅新盤 Sierra C 終於推售，首日推318個單位，佔1A 期1/4，一推接近第一期接近一半啦。發展商配合海量宣傳，最終催谷出35000票啊，打破咗同系喺青衣浩景灣30400票嘅紀錄，僅次於長實油塘親海站2期，成為歷年第2高嘅收飛嘅樓盤。首批單位喺首日都順利沽清。咁樣嘅銷情對後市有啲咩啟示呢？好明顯，發展商今次對一類買家好有針對性㗎，就係收租客，務求要用盡方法將佢哋一網打盡。首先體現喺公佈價單上高嘅時候，發展商喺付款辦法上高推出收租王靈活付款計劃。呢項計劃容許佢哋透過抵押住宅物業換取3年低息，去套現資金作為買樓之用。省卻一般傳統銀行加按之後要息本齊還嘅壓力，俾佢哋有更多頭寸去投資之外，佢自己本身或者近親有樓喺手，同埋選購3個或者以上嘅單位，可以再額外獲現金回贈。去到收樓嘅時候又送全屋家私，同埋2至3個月嘅租金回贈。寄望用幾招嘅付款辦法，去令到收租客聚焦喺呢個樓盤。所以去到揀樓安排都係以佢哋為先㗎。以前新盤慣常將買家分開大手客同埋散客。大手客擺喺 A 組，亦即係優先嘅組別；散客擺喺 B 組，只能夠選購賣剩隻。今次 Sierra C 都係一樣，即係 A 組要再細分，並按照選購嘅單位數量多少跌入唔同嘅組別。最大手選購7個以上單位嘅買家會被編入 Super A 呢個組別，排喺成個揀樓程序嘅隊頭。而個人名義買家又會比公司名義嘅買家排前少少。喺簽約過程裏邊，如果買多於一個單位，又以唔同合約去簽署嘅話，發展商都可以喺即場協助買家加名或者減名。由舊年全面設立之後，發展商爭相劈價散貨後演變出呢個局面，就令到唔少高追買家失去咗換樓嘅動力。以前住幾年透過資產升值套現換樓嘅買家，而家成功上會都只能夠焗供樓，已經唔能夠再放眼於係唔能夠升格嘅問題。市場上呢個購買力只係剩低一批風險管理比較高，喺風高浪急投資環境之下，都寧願將資金存放喺零風險定存以上，以換取3厘以上收租回報嘅投資者。只係隨住息口有機會慢慢回落，投資者會着眼重新分佈資金嘅時候，發展商所以就要用盡方法去將佢哋催谷出嚟。當然今次 Sierra C 嘅成功係咪代表其他樓盤都會咁呢？對於有閒錢在手嘅潛在買家，佢哋一定會問係將資金放喺定存係咪已經再冇任何吸引力呢？如果投放喺其他資產，但因為本身樓價係可升可跌㗎嘛，究竟現價買入水位有幾多先？幾年之後會升值抑或貶值呢？而就算鐵定要將資金重新投放從定存擺入去其他資產，又點解要選擇磚頭？選擇磚頭又點解喺呢個樓盤而唔係其他樓盤呢？周邊二手即買即租，又點解要將同一筆資金投放喺尚未入伙嘅樓花盤身上呢？今次 Sierra C 嘅推片策略仲有2點實名嘅地方都可以講一講㗎。第一，揀到安排上高，最大手必須認購7個單位或者以上先可以排到隊頭。有呢類嘅買家固然反映投資者特別睇好呢區嘅前景啦，不過從發展商角度實情都係銷售上高嘅一種保險方式嚟㗎。以前市況墟冚嘅時候，就算買家只係想買一個單位，但係操作上佢都可以入多一張票去安排自己躋身於大手嘅組別，因為大手客可以優先揀樓。只要喺買樓嘅時候，佢買2個單位之後，然後只係選擇其中撻訂其中一個單位，最終都能夠達到買到1個單位嘅目的。排得比較前嘅代價就係嗰個撻訂單位5%嘅訂金。但如果發展商喺大手認購嘅時候，要求買家買得更多，咁買家要透過呢種操作買入嘅單位嘅成本亦都會增加。第二，發展商善於利用入票階段嚟收集情報，同以前入票安排少少唔同㗎。買家喺遞交意向嘅時候已經要遞交本票㗎嘛。不過不同戶型對單位嘅本票嘅金額都唔一樣，變相有助發展商喺登記階段已經掌握買家嘅喜好，而為開售之後加推或者後續加推做準備。至於今次 Sierra C 成功喺首日沽清所有單位，可唔可以反映到樓盤已經走出谷底呢？其實可以繼續觀望後續嘅推售氣氛，同埋發展商可唔可以一路賣一路加價㗎？始終而家嘅樓市氣氛只係旺一手，但二手仍然係低迷，好難講出已經係走出谷底，值得我哋再觀望多一段時間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咁多啦。如果大家都中意睇呢個樓市短評、啲二手揀樓攻略或者深度樓市調查報導呢，就記住訂閱我哋胡說樓市 YouTube 頻道，
跟埋隔離個鐘仔同埋最住係 Ceres， 下次出片咧你就唔會錯過啦。今日先傾到呢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Yahoo!